出埃及記第4章。摩西回答說：他們必不信我，也不聽我的話，必說耶和華並沒有向你顯現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手裏是什麼？他說：是杖。耶和華說：丟在地上。他一丟下去，就變作蛇。摩西便跑開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伸出手來拿住他的尾巴，他必在你手中形變為杖，如此好叫他們信耶和華他們祖宗的神，就是亞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是向你顯現了。耶和華又對他說：把手放在懷裏。他就把手放在懷裏，及至抽出來，不料手長了大麻風，有雪那樣白。耶和華說：再把手放在懷裏。他就再把手放在懷裏，及至從懷裏抽出來，不料手已經復原，與周身的肉一樣。又說：倘若他們不聽你的話，也不信頭一個神蹟，他們必信第二個神蹟。這兩個神蹟若都不信，也不聽你的話，你就從河裏取些水，倒在旱地上。你從河裏取的水，必在旱地上變作血。摩西對耶和華說：主啊，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從你對僕人說話以後，也是這樣。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耶和華對他說：誰造人的口呢？誰使人口啞、耳聾、目明、眼瞎呢？豈不是我耶和華麼？現在去吧，我必賜你口才，指教你所當說的話。摩西說：主啊，你願意打發誰，就打發誰去吧。耶和華向摩西發怒說：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亞倫麼？我知道他是能言的。現在他出來迎接你，他一見你，心裏就歡喜。你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，我也要賜你和他口才，又要指教你們所當行的事。他要替你對百姓說話，你要以他當作口，他要以你當作神。你手裏要拿這杖，好行神蹟。於是摩西回到他岳父葉忒羅那裏，對他說：求你容我回去見我在埃及的弟兄，看他們還在不在。葉忒羅對摩西說：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。耶和華在米甸對摩西說：你要回埃及去，因為尋索你命的人都死了。摩西就帶着妻子和兩個兒子，叫他們騎上驢回埃及地去。摩西手裏拿着神的杖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回到埃及的時候，要留意，將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我要使或作任憑下同，他的心剛硬，他必不容百姓去。你要對法老說：耶和華這樣說，以色列是我的兒子，我的長子。我對你說過，容我的兒子去，好侍奉我。你還是不肯容他去。看啊，我要殺你的長子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，耶和華遇見他，想要殺他。西波拉就拿一塊火石，割下他兒子的羊皮，丟在摩西腳前，說：你真是我的血狼了。這樣，耶和華才放了他。西波拉說：你因割禮就是血狼了。耶和華對亞倫說：你往曠野去迎接摩西。他就去，在神的山遇見摩西，和他親嘴。
摩西將耶和華打發他所說的言語和囑咐他所行的神蹟都告訴了亞倫。摩西、亞倫就去招聚以色列的眾長老。亞倫將耶和華對摩西所說的一切話述說了一遍，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蹟，百姓就信了。以色列人聽見耶和華眷顧他們，監察他們的困苦，就低頭下拜。